免疫系統係守護我哋健康嘅防線，日常中細菌及病毒無處不在，加埋天氣變化，身體難免會受到挑戰。建立良好生活習慣之餘，日常以營養補充品作為輔助，有助身體維持良好狀態。Belsante 增強免疫力之寶第2代升級版 Immune Plus 2，結合多種優質天然草本及科學萃取成分，並加入魚腥草、桑葉萃取、甘草萃取及薄荷萃取等4種傳統草本精華，對免疫細胞健康有幫助。同時關注腸道環境嘅平衡，並協助身體應對日常環境壓力，配合均衡飲食，可為身體提供多方面嘅日常保養支援。全新配方中嘅桑葉及魚腥草係2大核心成分。桑葉含有豐富嘅酚類物質、黃酮類化合物同維他命 C， 對身體健康有益；而魚腥草則含有魚腥草素，有助關注咽喉同呼吸道嘅日常保養。薄荷同甘草喺傳統智慧中被視為有助身體日常保養嘅草本。薄荷有助開胃同消化，而甘草含有豐富嘅皂苷類同黃酮類物質，兩者互相配合，有助身體維持良好狀態。另外，配方中嘅接骨木莓萃取含有高濃度嘅生物類黃酮同花青素，係身體日常保養嘅良好選擇。考慮到腸道健康嘅重要性，配方採用源自美國名廠嘅優質酵母菌發酵物，蘊含維他命、礦物質、氨基酸同植物固醇等多元營養，有助關注腸道環境嘅平衡。產品同時加入來自世界最大橄欖產地西班牙嘅專利橄欖果精華，利用全球首創技術萃取出高濃度嘅多酚物質強基樂醇，成分已獲得美國 FDA 嘅 GRAS 安全認證，確保安全冇副作用。配合維他命 C， 雙管齊下，有助身體日常保養，同時關注細胞健康。至於源自北美嘅紫錐花萃取，含有豐富嘅酚酸同多糖體，向來被視為身體日常保養嘅好幫手，對呼吸系統特別有益。最後搭配紫蘇萃取一齊發揮作用，對於因轉季或環境轉變而需要多加關注身體狀態嘅人士，呼吸系統嘅保養尤其值得留意。Belsante 增強免疫力之寶第2代升級版 Immune Plus 2，建議每日1至3包，以100毫升溫水沖泡攪拌均勻後飲用。產品適合工作繁忙、注重日常保養、關注健康及轉季想保持身體良好狀態嘅人士。適時補充，由內到外支援身體所需，輕鬆應對日常挑戰。